祝大家平安健康。那我相信大家要歡喜快樂，來到你新咖啡，好啦咖啡，好啦，來到你熱便宜，食到咖啡香香。那你啲大家要留意看另外嘅風景，我相信你來到你啲熱便宜食到咖啡又甜又好食，人情又好。那從我樣行到你啲。看到咧英文我就看識，但係我啲咧按到詩篇34題8都用人講到，識樣看上帝嘅愛，上帝嘅恩典安好。嗱，我相信上帝嘅愛，上帝嘅恩典對啲好啦嘅頭家十分好，因為好啦嘅頭家都係阿錢。十分敬重上帝，讚美上帝，尊敬上帝，上帝要寫嘅一本嘅恩典，祝福佢可以跟聖殿一個經節講到，識看上帝十分好，對於籠中人要避難所在上帝裡面，我相信這個籠中世界裡喺度需要了避難所，但係呢？因為這個世界裡十分多痛苦，十分多問題，十分多上下煩惱嘅方面，但係這個要上帝做個避難所，佢能夠看待這個係真理嘅路。嗱，你詩篇34題7引用人講到，上帝嘅天使，或者上帝嘅這個定在狀意思照顧看顧這個。佢要撞自家做嘅頭腦，自家行同在世間裡，佢本自家聰明智慧，要看待自家行，帶自家得到最好嘅恩典。從你見點後要按將嘅相信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聰明智慧，本也好啦頭家阿天，本佢嚟話滅到兩將嘅相信，隆重朋友家嚟到你後到進嚟，但係呢，因為你都按好了，我必要好食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